狼人的威胁，城镇的居民陆续被袭击，尸体上留下了明显的狼人痕迹，居民们都感到恐惧和不安。权力争夺，维多利亚是当地吸血鬼集团的领袖，但他的权力地位也受到了其他吸血鬼的挑战和威胁。吸血鬼猎人的出现，艾伦作为吸血鬼猎人，他的到来让吸血鬼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复杂。复仇和报复，维多利亚的过去受到了某些人的伤害，他对这些人怀有复仇的心理。政治体系方面，吸血鬼集团和狼人部落都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和组织架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。吸血鬼和人类之间的爱情，维多利亚和威廉的相遇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禁忌恋情，但他们经过几天的旅行，莉莉终于来到了位于山中的狼人村庄，她看到了很多人类被袭击的痕迹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。她来到了村庄的中心广场，看到了一个老狼人正坐在那里，他看起来很有智慧，莉莉感到有些不安，但还是走了过去。你好，我叫莉莉，我是来自很远的地方，我想帮助你们对抗那些吸血鬼和狼人的。莉莉开口说道。老狼人转过头，看住莉莉，说道，你是人类，你要来帮我们吗？是的，我是人类，但我也是一名猎人，我知道吸血鬼和狼人的威胁。莉莉回答道。好吧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最近我们一直被一群狼人骚扰，他们想要夺取我们的领土和资源。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，那就是有吸血鬼出现了，他们杀害了我们的许多人，并且开始向我们的领土进攻。老狼人说道。莉莉点点头，表示自己明白了，她与老狼人商量了一些计划，然后开始准备。在村庄的边缘，莉莉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营地，她邀请了一些狼人和人类加入她的行列，她给每个人都发放了武器和防具，并且教导他们如何使用。当夜幕降临时，莉莉和她的队伍开始了行动。他们经过森林和山岭，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危险。当他们到达吸血鬼的领地时，才发现他们的对手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他们在黑暗中进攻，一个落下去，直接咬住一个人类的脖子，其他人也跟随着攻击，血液的味道让他们陶醉。莎拉看到这一幕，吓得不知所措，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停止！一位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，他身穿黑色皮衣，手持一把十字弩，他的眼神非常冷酷，看住吸血鬼们，让他们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。这位男子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猎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。他是一个孤独的人，专门追捕和杀死吸血鬼。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失去，所以对吸血鬼总是充满着愤怒和仇恨。你们这些吸血鬼又来伤害人类了吗？爱德华的声音冰冷无情。吸血鬼们纷纷抽出长剑，准备和爱德华一决高下。然而爱德华毫不畏惧，他迅速地躲避吸血鬼们的攻击，并用他的十字弩射出银箭，打伤了几个吸血鬼。莎拉看到这一幕，心中非常震惊。她发现爱德华虽然很冷酷，但是他的动作非常优雅，就像是一位舞者。他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吸引力。在混乱的战斗中，莎拉和爱德华的目光交错了一瞬间。在那一瞬间，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，彼此的心中都掀起了涟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莎拉和爱德华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他们陷入了一段禁忌的恋情，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包括吸血鬼和人类之间的矛盾，以及爱德华的吸血鬼身份引起的食欲和控制欲。在这个充满危险和未知的世界里，他们一起努力生存和寻找答案，同时也在尝试理解和平衡彼此之间的感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爱德华和莎拉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和挑战。他们不仅要面对其他吸血鬼的攻击和政治斗争，还要应对人类社会对吸血鬼的歧视和迫害。但是他们也一起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刻，比如在月光下共舞，漫步在深夜的森林中，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。然而当一个古老而强大的吸血鬼来到城市，并开始对吸血鬼和人类展开毁灭性的攻击时，爱德华和莎拉必须联合起来，与这个威胁他们所有人的敌人做斗争。他们不仅要面对外部威胁，还要面对内部的分裂和矛盾。在这个充满着欲望、背叛、复仇和爱情的世界里，爱德华和莎拉能否找到真正的幸福？他们能否战胜各种困难，生存下去并保护彼此？这一切将在血色迷情中揭晓。第1章，
血色的月光照耀着这片被狼人威胁的土地，满眼都是灰色和黑色。这里是一个被吸血鬼和人类共同居住的城镇，但是在这个城镇中，吸血鬼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。莎拉·威廉姆斯是这个城镇中唯一一个人类女孩，她的家人在几年前就被狼人袭击杀害了。从那之后，她一直在这个被吸血鬼统治的城镇中生活，努力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。她是一个勇敢、独立的女孩，但是她的生活一直充满着恐惧和不安。她不知道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，她总是尽力保持警惕。她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平静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吸血鬼出现在她的生命中。爱德华是这个城镇中最有权势的吸血鬼之一，他是那些人类和吸血鬼之间的权力斗争中的主角之一。他是一个经验丰富、聪明、有魅力的男人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黑暗的人物。他对莎拉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，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充满着禁忌和危险。他们的关系开始是出于爱德华对莎拉的保护，但是很快他们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。莎拉对爱德华的吸血鬼身份感到害怕，但是同时也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。爱德华也爱上了他，但是他深知他们之间的差异，他不敢把他介绍给他的吸血鬼同伴们，也不敢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。然而他们的爱情关系引起了各方的反对和警惕，有些吸血鬼认为爱德华背叛了种族，总是和人类在一起，而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人则认为莎拉在与吸血鬼交往，背叛了人类社会。他们遭受到了各种来自两个世界的压力和威胁。莎拉的家人非常反对她和爱德华在一起，认为吸血鬼是邪恶的生物，不值得信任。她的父母经常向她施加压力，希望她结束这段关系，回归人类社会。而爱德华的族群中也有一些人不希望他和莎拉在一起，他们认为爱德华是在背叛吸血鬼种族，而且他的行为会让吸血鬼的存在受到更多人类的警惕和追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爱德华和莎拉必须保持警惕，隐藏他们的关系，并学会如何应对各种危机。他们开始远离城市，躲在一座荒废的城堡里，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彼此爱恋，并且避开外界的眼光。在这座城堡里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世界。白天他们睡觉休息，晚上他们出去猎杀猎物，维持自己的生存。每当他们回到城堡时，他们总是相互依偎，享受着对方的拥抱和吻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爱德华和莎拉回到城堡，发现有一个陌生的吸血鬼在等待着他们。他们发现这个吸血鬼是来自爱德华过去的族群，他来找爱德华报复，因为爱德华曾经背叛了他们。莎拉很害怕，但爱德华却很冷静。他拉住莎拉的手，轻声安慰她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莎拉点了点头，她深深地看住爱德华的眼睛，感受到他的力量和决心。他们握着手，一起面对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。他们逃到了一个荒凉的森林里，爱德华利用自己的超自然能力掩护住他们的行踪。他们在森林里走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他们才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。他们坐在一个草坪上，听着夜晚的声音，沉默着。突然，莎拉开口了，爱德华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爱德华笑了笑，摸了摸莎拉的头，别说这些了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生存下去。莎拉点了点头，她靠在爱德华的肩膀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们在夜晚中静静地坐着，感受着彼此的温暖和安全感。这时，爱德华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，他瞬间站起来，拉起莎拉的手，向住另一个方向跑去。他们跑了很远很远，直到脱离了那股危险的气息。他们停下来，喘着气。爱德华紧紧地抱着莎拉，保护着她。爱德华，那是什么？莎拉问道。是狼人的气息，他们在这附近，我们必须小心。爱德华回答道。莎拉感到了一股恐惧，但她也知道，现在是求生的时候。他们必须一起面对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，并保护彼此。在这个黑暗的夜晚，爱德华和莎拉正在逃跑。他们赶紧穿过城市的街道，来到了一条小巷子里。这个小巷又黑又阴森，唯一的照明来自微弱的路灯，使整个场景更加恐怖。莎拉的心脏急速跳动，她感到自己的腿在发抖。爱德华看住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道，莎拉，你还好吗？莎拉点了点头，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颤抖。我没事，谢谢你。爱德华向她靠近，轻轻抚摸住她的颊，然后说道，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莎拉的脸红了，她的心里充满了爱意。
他深深地看住爱德华的眼睛，然后向他靠近，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，彼此的嘴唇交缠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，嘿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爱德华和莎拉转身，发现那个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，头上戴着一个帽子，看起来有些神秘。爱德华向她走近，问道，你是谁？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，我是一个吸血鬼猎人，我的名字是玛丽，我来这里是要捕捉吸血鬼，你们是吸血鬼吗？爱德华和莎拉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欲走，但是玛丽迅速地冲上来，抓住了莎拉的手腕。放开我！莎拉吓得尖叫起来。爱德华看住这一幕，愤怒地喊道，你怎么敢伤害她？玛丽微笑住说道，我只是要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里的局势很不稳定，有很多狼人和其他吸血鬼都在寻找你们，我可以帮你们躲起来，直到情况稳定下来。爱德华和莎拉看住彼此，虽然他们对玛丽的话感到怀疑，但他们也知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他们最终决定跟玛丽走一趟，玛丽带着他们穿过了城市的繁华街道和人烟稀少的小巷，最终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建筑物前。这座建筑物看上去很陈旧，但是从门口透出的光亮显示这里是有人居住的。他们进入了建筑物，发现这里是一个豪华的公寓。玛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舒适的客房，这里有一张大床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。玛丽告诉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并且提供了一些新鲜的食物和衣服。当玛丽离开房间时，莎拉问道，你相信她吗？爱德华摇了摇头，说道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只能相信他暂时。莎拉点点头，他们两人决定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，等待局势的变化。爱德华紧抱住莎拉，小声地问道，你还好吗？莎拉点点头，轻轻地回答道，我还好，谢谢你。他们两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感受着彼此的温暖和心跳声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的危机之中共同面对困难，也是他们爱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。周围的景色渐渐变得模糊，爱德华和莎拉的思绪都飘忽不定，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能相信彼此，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这是一个瘦弱的人类男子，他满脸汗水，颤抖着说道，请你们帮帮我，我的家人被狼人袭击了，他们需要救援。爱德华和莎拉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起身跟随着这个人类男子朝着远方奔去。他们不知道这次行动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，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切。随着他们奔跑，他们被一群吸血鬼发现了，这些吸血鬼都是爱德华的仇敌，他们早已经在暗中监视他们。其中一个吸血鬼名叫马克，向他们走近并挑衅道，嘿，爱德华，你又和人类混在一起啊？你难道不知道吸血鬼和人类之间的矛盾吗？爱德华冷冷地瞥了马克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但是莎拉却挺身而出，我不知道吸血鬼和人类之间的矛盾是什么，但我知道爱情是没有种族和界限的。这时，一个男性吸血鬼从背后袭击了马克，并大喊道，不要妨碍我们的任务。马克大怒，振臂一挥，向男性吸血鬼发动了攻击。这时，爱德华和莎拉趁机逃离了现场。他们往前跑了一段路程后，停下来休息，感受着胸口的急促呼吸和紧张的心跳。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城市，爱德华说道，否则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。我同意，莎拉回答道，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东西，包括钱、衣服、食物。爱德华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地方，可以躲避吸血鬼的追捕，那里可以提供我们安全的住所和食物。他们两人决定前往一个偏远的山区，那里有一个隐蔽的小村庄，据说这里的居民对吸血鬼非常友好，愿意提供他们庇护和帮助。于是，爱德华和莎拉继续旅程，向住小村庄前进。他们期待能够在当他们走进小村庄时，他们注意到道路上有一些旧的标志和艺术品，似乎是某种当地传统的标志。爱德华好奇地问莎拉，你有没有对当地传统文化做过研究？莎拉回答道，是的，我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之前有做过一些研究。这个地区以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，所以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和手工艺品，比如纺织品和陶器。此外，他们还有自己的传统音乐和舞蹈。爱德华听了很感兴趣，
他问道，那你有听过这里的传统音乐吗？我从未听过这里的音乐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莎拉笑了笑，我是来到这个地方就听过当地的音乐，我可以带你去一些当地的酒吧和表演场所，让你体验一下。爱德华很兴奋，他们决定先去寻找一家当地的酒吧，品尝当地美食和饮品，欣赏当地音乐和舞蹈表演。他们的旅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着探索和学习。